伊若是转来，你就甲伊讲，叫伊到南清宫去见我。我有要紧的代志要甲伊商议。哦。包勇，你莫要着急要走嘛。我有一项代志要甲你商议。嗯？什么代志？包勇，你甲我的兴旺是情同手足，毋知你有听我无？这敢毋是多此一问？当年你的职王，又甲我的父王因结拜为兄弟，咱就亲像同胞的亲兄妹，我哪里会无惜你呢？哦，那呢，我有代志要求你，你毋着一定做会到咯。无问题，绝对做甲到。包兄，你做人实在真好，又搁热心，又搁有守信用，这无亲像阮英王安尼，我若讲到伊就生气。曹皇帝是安怎得罪你？伊哦，一点仔都无关心我，我的代志一时仔久伊就随拢袂记的，所以我想讲来求北王兄比较较好。到底是什么事？在我伫要问的以前，我想要问看，你对这个人的看法，毋知如何？迄个人究竟是什么人呢？你看燕鸟样那龙，敢是生做毛东东，敢是英平有风，敢是玉树临春风。伊的好处你都全部拢总讲出来了，又搁问我要创什么呢？南清宫内八贤王，甘心见你撇如风，体贴忠心。我虽然是真愿意为忠臣出头，用过这个娶某的代志是人的私事，我免拿好意思去甲人干涉呢。跟风甲王位有关系，你也无爱插手。哦，原来你是北王兄。良心相依结真真，可惜看笑大媒人。哦，原来是要叫我去做媒啊！这袂用的，因杨府发生这么多不幸的代志，这个时阵去甲人讲亲。真毋对时阵啊！王兄，你敢毋是想上该听我？王兄，王兄。这，好啦好啦，啊无我才找一个机会甲伊讲，安尼毋就好咯？多谢北王兄，我要一事相求。你又搁有代志得要求我？大概是甲杨六郎无关系吼。有关系。听讲后个月初一，你要甲阮王兄去天婆府，我嘛要甲恁去。这袂用的，
是安怎？天保府因是伫个将官府伫要祭奠杨家将的英灵，我甲查皇帝是皇子伫要去念香，呀你是要去创啥物？那我会用个扮做你的亲随，缀你来去天保府，看杨元昭的伤痕有较好也无？伊的伤早已经好真多咯，你就毋免去啊。哈，放兄，人一定要去啦，放兄，互我去嘛。好，放兄，多谢八王兄。放兄，这件代志千万都袂用阮兄王知影，若是互伊知影，伊。唉，真是女大不中用。原来伊早就将伊的驸马家己拣好啊，啊，到即马连媒人也煞家己找好咯。